哇！呢啲喺香港係山頂別墅嚟喎，起碼過億喎。而家喺呢度中山近返珠海關口呢邊，嗱，望返咁靚嘅一線湖景、山景，嗱，有山又有水嚇，望返一整片富人區豪宅別墅，完全冇遮擋嘅。睇下呢個採光通風面，嗱，中午嘅啫，而家冇點着燈，睇到成間屋都係好開闊、好開揚、好通透嘅。嗱，入門口鞋櫃位，而家所睇到嘅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㗎啦，89方豪裝大三房洋房板樓嚟嘅，所見即所得啦。話第三件套定製嘅櫥櫃啦，同埋呢邊仲有個生活露台俾到你嘅，做個洗衣房冇問題，晾洗衫嚇。樓下呢，屋苑嘅生活配套已經完全成熟晒㗎啦，而且20零分鐘時間可以直達返港珠澳大橋人工島，返香港澳門嘅街坊朋友好方便㗎啦。第二間房仲講下啦，睇下景觀就係咁啦，實體樓嚟嘅，望返一線湖景，下邊就係高爾夫球場啦，冇遮擋嘅，有山有水嚇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啦，感受下整體嘅空間，擺個1.8米嘅大床，完全冇問題嘅三邊落床位，景觀都係同景觀露台一樣嘅。嗱，咁靚嘅 view， 洋房板樓，總價100萬嘅咋，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啦，買返家私電器。感興趣嘅街坊朋友，快啲 call 我睇樓啦！